歡迎收睇天氣報告。一股海洋氣流今日逐漸影響華南沿岸，本港今日係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驟雨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。今日錄得嘅氣溫就係介乎喺23.2度到27.2度，相對濕度咧就係介乎喺80%到90%之間，吹和緩嘅偏南風。而家嘅氣溫係26度，相對濕度係86%。今日喺京士柏錄得嘅平均紫外線指數係1，強度係屬於低㗎。預測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，強度係屬於高。跟住睇下天氣圖，一股海洋氣流今日影響華南沿岸地區。跟住睇下衛星雲圖，一道雲帶正覆蓋華南。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一般監測站係2到3，風險水平係處於低；而路邊監測站就係4到5，風險水平係處於中㗎。跟住係本港未來5日嘅天氣預測。星期日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有一兩陣驟雨，朝早沿岸有薄霧。星期一係多雲，有幾陣驟雨，稍後雨勢較大，同埋有狂風雷暴。星期二同埋星期三係多雲，間中有雨。星期四係多雲，有幾陣雨。最後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概況。呢次天氣報告完畢，跟住落嚟仲會有氣象冷知識㗎，拜拜。